府部門嘅外判服務主要涉及保安、清潔、顧問同埋學術研究等範疇。有學者建議政府應該設立專責小組，定期檢討外判服務嘅成效同質素。據統計局資料顯示，全澳一共有102間清潔公司，按年上升咗大約5%。有清潔公司負責人認為，增幅同國企以及政府部門嘅外判服務增加有關。部門多咗，設施多咗，要求又有會提升咗，咁呢個數字一定係比往年係多咗好多嘅。現時政府部門嘅外判服務主要涉及保安、清潔、設備維修保養、顧問同學術研究等範疇。有商會指出，現時普遍嘅政府部門外判服務嘅年期都較短，而且大多以價低者作為標準，影響咗服務質素。咁如果你價低嘅話咧，自然個服務嘅質素啊係未必達得到嘅，同埋可能會有啲偷工減料嘅嘢出現啦。有學者建議政府應該喺外判服務嘅合約內訂明服務品質嘅標準，同時應該設立專責小組，適時檢討各項外判服務嘅成效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都需要一個客觀嘅績效評估嘅標準嘅制度，呢個架構訂立咗出嚟。嗰個績效嘅服務嘅標準係點樣？然之後根據呢個標準去判斷，究竟應該自己做定係外判俾其他人做。陳卓華又指出，根據鄰近地區嘅經驗，公共部門外判服務嘅績效一般都較好，認為未來政府可以將外判服務拓展至到其他範疇，例如係綠化同渠務等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慧琳報道。